如果呢條片咧超過1000個 like 咧，咁我哋就會冇啦。就呢個係可唔可以抽你牌？今日我哋個舉劍嘅活動啊，雙手舉劍10秒就有條毛巾送，20秒就有毛巾同埋一 part 脱毛療程，30秒就有毛巾一 part 脱毛療程同埋100蚊現金券。咁男仔咧就係15秒，咁就送一個冰嘅毛巾，跟住30秒咧就送冰毛巾同埋1 part 嘅脱毛，咁60秒咧就送冰毛巾1 part 脱毛同埋再加一個100蚊嘅現金獎啦。開始。冇做開 gym 嗰啲啊？有啊，其實都每日都係開 gym 嘅，跑步啊。OK， 咁你操可能你推胸咁樣，你推到幾重可以？差唔多10幾。OK， 咁可以試下喎。嚟，準備。好嚟，咁就舉起之後就開始計時啦。係啦，好嚟，好，我建議可能你爭低個位，可能會容易啲。係啊，好，一定要伸直喎，即係90度咁樣。如果可能低過咧個90度就即刻就計 fail 咁樣，係，所以要撐住呢個位90，係 OK， 好嚟準備，好，你可以舉起先，3、2、1，舉起咗先。係啊 ，OK， 1、2、3，係 OK， 非常好，頂住，係啊 ，OK 喎佢前臂都勁喎，可以，頂住，嗰啲，再高啲 ，OK， 冇啦，好，感謝你，都有毛巾送翻俾你嘅，好 ，thank you， 好。就呢個係可唔可以抽你牌？可以，冇問題，絕對可以啊，好，嚟，開始，預備，1、2、3。OK， 好，多謝參與，就諗住送翻條毛巾俾佢。嚟，準備，係啦。好，係，你可以托住呢個位會容易啲嘅。係啦，好，嚟，係呢個啊。好，準備，1、2、3，係，開始。即係所以要伸直啊。你手要伸直啊！你手要伸直，哎，等，好，多謝你參與，送翻條毛巾俾你，多謝。佢啱啱做完兼職多嘅嘢可能。你係10秒啦，10秒就毛巾，20秒就毛巾加脱毛，跟住30就毛巾脱毛，跟住同埋100蚊。我30秒咋？你30秒啫。好嚟，準備，1、2、3，係，舉起先。OK， 哇，都犀利喎佢，做開 gym 應該。喂，唔好睇啦，睇做緊我啊！屌，好勁喎，有講錯啲。我10秒，一半，頂住，個手挨後啲，係啊，20，哇，頂住，OK， 做咗我戴手套啊！頒獎，好，感謝，好 ，OK， 可以有先，好，先舉起，然後我們計時，好，1、2、3，先計，好嚟，哇，好似好定喎，個前臂係勁粗啊，撐住，8秒啦，10秒。14、15 ，OK， 15，好，你做盛行啊？你係做咩行啊？係做邊行啊？做自媒體。自媒體，即係你都做呢啲拍嘢咁樣嘅。我哋做計算。OK， 但係你有冇做開 gym 啊？平時冇做開 ，OK， 但係你有冇信心先？冇。試下啫，好唔緊要，試一試，係好。手啊？冇所謂，左右都得，你睇邊隻手有力。我見可能你可能揸低啲可能會容易啲，係啦，好嚟，準備，好3，係，好嚟3、2、1，係啦，舉起伸直，一定要伸直，係啦，90度嘅，好嚟，係 keep 住伸直，係啦，冇錯，係，到而家 ，OK， 8秒，哇，好似輕鬆啊，要再直啲，唔可以曲，冇錯，係標準啦。10秒，哇 OK 喎，睇嚟好似要派出去，頂住，直啲，係直啲，21、22，一半，頂住，可以，堅持，你唔好理，你覺得佢唔重就 OK 噶，伸直，30，一30，再直啲，有冇做啊？係1分鐘，唔可以接受，係啊，唔可以接受，唔可以接受，我唔緊要，30秒都 OK，送翻毛巾，同埋係咪有 part 全部啊？係啊 ，OK， 試埋嗰隻手啊？唔試，多謝。你做邊行啊？你做美容嘅，但係平時有冇做開 gym 啊咁樣嗰啲嘢？冇嘅，咁但係你有冇信心先？都有嘅。都有信心嘅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即刻試下啦。好嚟。點拎啊？係雙手，跟住咧我哋要垂直90度嘅。垂直。係啦，冇錯，兩隻手垂直90度嘅。好嚟，準備計時。我掂你啊！嚟，你伸直隻腳計時啊！嚟，直啲。直唔到喎。好，唔緊要，多謝參與。如果呢條片反應好咧，即係超過1000個 like 咧，咁不如我哋加碼好唔好啊？可以啊，老細話加到200蚊。好，咁我哋下次就旺角等。OK，拜拜。